喺幾億嘅投資者之中，99% 嘅人一定會虧錢。呢啲係市場嘅現實，咁同生活好似，多數人最終都會歸於平淡，但係總係有人相信自己會係例外。我提出幾個問題啊，你就會明白。第一個問題，你有可靠嘅消息來源咩？試諗下，普通人攞取信息都經過好多次傳遞，等到消息個個都知嘅時候，佢嘅價值已經所剩無幾，仲更加難以分到真假。呢樣明顯唔算唔上係咩競爭優勢。第二個問題，你有資金上嘅優勢咩？手握幾十萬嘅資金就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博弈，甚至想喺掌控數十億、上百億嘅資金嘅專業投資者之中分一杯羹。呢份勇氣或者係值得稱讚，但現實往往係殘酷嘅。第三個問題，你有冇喺系統性投資方法、機構嘅從業者經過專業嘅訓練，擁有成熟嘅決策體系同埋風控流程？而普通嘅投資者太多都係憑感覺操作，又冇團隊支持，又冇實質嘅掌控能力。如果你一樣優勢都冇，就好似毫無準備咁踏上專業嘅競技場。唔好諗住長期嘅訓練同選手同台度，諗住爭冠軍。冠軍永遠都係極少數。呢一種期待係咪過於理想？市場上傳嘅一夜暴富故事只係個例，根本冇辦法複製。股市入面嘅資源配置往往都係遵循馬太效應，富者越富，弱者更加難追趕。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人嚟講，賺唔到錢先至係常態，及時止蝕，保持理性，或者先係更明智嘅選擇。嚟到呢度未曾蒙受重大損失，已經算係好幸運。